亲爱的主，我们的牧者，谢谢你，在今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敬拜。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在敬拜中认识你的声音。亲爱的圣灵，也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指教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你的引导，没有办法顺服你的带领，但恳求你仍然不离弃我们，在你的家中怜悯我们，施予我们力量来信靠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昨天高雄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不对？对，就是前市长韩国瑜先生已经被罢免了。那我昨天在写这个前言的时候，就想到2018年的时候，想当初是多么的沸沸扬扬，但在这2年来，他却失去了众人的信任，然后让很多曾经信任他的人受伤。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开始留意到一个新闻媒体，他是怎么样包装出这位前市长他那个接地气的形象。可是也是那个时候，更多的对立还有分裂出现，开始更多的人没有办法信任媒体，甚至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加深，没有办法彼此信任。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角可以看见，真的我们媒体越来越多，我们资讯非常多元，要分辨一个消息是真是假，一个政治领袖或是一个领袖，他是好是坏，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请问大家，若是有一个人他来到我们的身边说，今天我能够带给你幸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能够信任这样子的人物，他的信任的程度有几分呢？如果1到10分，10是满分，你为自己打几分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信任危机的段落。在今天的经文背景是发生在犹太人群体的一个节期的日子。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跟信任危机有关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节期是在传递信仰的，是在传递一个信念的，是在传递一个关于他们民族国家的理想的。那个节期是什么呢？耶稣说了这个牧者的比喻，发生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住棚节或是献殿节。那这2个节日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涵呢？第一个，住棚节的意义，它大概是在我们西历10月左右的一个节期，然后为期1个礼拜。那我们大家有人知道住棚节的意义吗？对，在利未记有记载，这个礼拜呢是为了要庆祝以色列脱离埃及他暴政的统治，然后上帝把他们引到旷野，在那里搭棚，而且耶和华在棚子里与他们同在，上帝亲自在他的子民中与他同住。所以这个节期是要庆祝上帝的掌权在他的子民中间一起生活。而这个节期呢，在耶稣的时代，就是到了西元1世纪的时候，他渐渐成为一个渴望统治者弥赛亚来到犹太人当中的一个节期。我们知道西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人是受罗马的政权来管辖的。可是当他们大肆的庆祝住棚节的时候，是希望耶和华弥赛亚君王的统治再次回到这个民族当中，真正的王，真正的领袖再次回到犹太人当中。第二个，献殿节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纪念西元前167年一个叫马加比家族的一个起义。在西元前167年那个时候，犹太人同样受另外一个外族统治，而且他们的圣殿是被外族的宗教亵渎的，很多的偶像被摆放在圣殿里面，甚至他们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显非常不洁净的一种祭祀。哇，那个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当马加比家族他们带领犹太人来赶出这些外族的信仰，恢复自己光荣的统治的时候，曾经还有一个传说，说那个时候他们把圣殿里面的偶像搬出去之后，然后想要重新燃起那个金灯台，金灯台在圣殿里面是不能被灭
的灯火。可是当他们要燃那个金灯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油只够燃烧1天。没想到他们点上去之后，那个油竟然神机似的燃烧了8天。所以他们又称献殿节叫光明节，就是庆祝上帝的光好像来到了以色列人当中一样，他又重新回到了他的子民当中，居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献殿节、光明节同样是纪念暴政结束的日子。以色列庆祝在上帝的眷顾中，他们再一次领受到民族的复兴。所以不论这2个节期的哪一个节期是耶稣讲这段比喻的背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2个节期犹太人都在等候真正的领袖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在等候真正的救世主来到他们中间。所以它是一个民族渴望复兴的日子，它是一个信仰的日子，更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节期中，犹太人的各党派在这里面庆祝宣扬自己所信念的救赎，人们彼此接待，也为家庭、民族还有国家的幸福来建造理想。就是在这样子庆祝的氛围，期待真正的君王来到改革社会的这样的氛围下，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开始施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在这样子的一个庆祝渴望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的日子的时候，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医治了瞎眼的，而且在医治之后，他宣告他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可是当在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换成我们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我们在庆祝这样子的一个渴望真正的领袖统治的节期，有多少人能够相信耶稣他就是那位领袖？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第10章第1到6节。我们看到经文说，这比喻里面，耶稣说有一个牧人，他会从大的羊圈里面，这个羊圈里面可能有很多群不同的羊，可是他会把自己的羊叫出来，然后带着这群羊出去。这位牧者跟盗贼、跟强盗是不一样的，会有看门的帮他开门，而羊会认得这位牧者的声音，就跟随他。我想象犹太人一听到这个羊圈和羊的比喻，一定马上就想到旧约的以西结书34节，在那里写了什么呢？在那里，先知以西结曾经描述过、比喻过，他把统治者比喻成牧人。有时候我们说牧人的那种想象，比较好像是疗愈啊，或是医治者，或是内心的保护者。但其实，在旧约里面，牧者一直是统治者的象征，是非常有政治意味的。他说，这些牧人、这些统治者是很坏的牧者，他们让统治的人四散在各处，却没有牧养他们，反而剥削他们。所以耶和华说，他要自己成为那位统治者，那个牧者，把迷路的羊找回来，从万民中，从他们四散的这个家破人亡中，被分散到各国的人群当中，找回他自己的子民。甚至在34章，先知还说，那些原本坏的牧者、统治者，先知劝他们不要再靠杀羊牧养自己，连这些牧者都要听耶和华的话，成为羊群，接受真正牧者的牧养。所以当犹太人有这样子旧约的背景，他们听到耶稣的比喻说，牧者会把羊从羊圈里面把自己的羊领出来的时候，脱离盗贼强盗的时候，其实我很能够相信，他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领袖，要把上帝的子民从非上帝国的统治中救出来，从强盗贼般的领导下救出来。只是这个牧者，这个名正言顺的统治者是谁？那个盗贼又是谁？那个小偷是谁？耶稣在1到6节的时候他没有说。所以在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众人听到耶稣1到6节的反应的时候，他说众人是什么
反应呢？他们的反应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有说谁是盗贼吗？谁是牧者吗？不知道，所以他们说他们不明白耶稣说这个比喻的意思。然后耶稣就进一步说明了，他说：“我就是羊圈的门，我就是那个好牧者。”哇！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犹太人不得了了，他们起了纷争了。而且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那个希腊文的语言是 ego eimi， 就是说他这个说法是说“我是”。就是他这个说法会让人想象到出埃及记上帝的自称了，等于说他有一个上帝的自称的话，在说他是羊圈的门，还用上帝的自称的话在说他是一个好牧者。哇！那犹太人看到一个你这个人这样平平凡凡的在我面前，虽然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但你竟敢大胆说自己是如同上帝一般的牧者，如同上帝一般的一个领袖。这些犹太人，上帝的子民，起了纷争，在第19节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说的话，甚至到了抗拒耶稣的地步。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他所说的。凭什么这个叫耶稣的人，他敢说自己是那位牧者？凭什么他敢说他身上有至高神的旨意？即使我们看见这些上帝的子民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分辨出到底谁是真正的领袖。当弥赛亚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听清楚他的声音，就好像那个比喻完全不成立一样。我们是羊的时候，为什么反而我却不认识我牧者的声音呢？反而在起了纷争。所以当耶稣彰显自己是大牧者的身份的时候，自己身上承载着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有人听到这样子的名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也很可能很真实的就是我们的反应。在我自己陪伴青少年或青年的过程中，我最常感受到的呢，甚至我自己在一起的过程中也很常感受到的，就是不明白牧者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甚至感觉到没有办法分辨牧者的声音的痛苦。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甚至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很照顾年轻人的，而我们的年轻人是一定程度认同渴慕听耶稣声音的人。但最困扰的是，我们周遭有这么多的声音，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有很多建设性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朋友的声音、父母的声音、牧者的声音、长辈的声音，雅如传道很爱讲话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里面，到底哪一个是耶稣的声音？这些声音里面又有哪一个声音胆敢说自己身上有上帝的心意？在去年的8月，我来到富强的时候，也刚参与了一个大的庆祝的节日，就是富强教会的43周年庆，在8月11号，好像又快要到了。对，在这个在这个节日里面呢，我看到哇，我们教会接待新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快乐。不同的小组一起庆祝，一同玩乐，我觉得好好玩，非常的有趣，这样子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而我也就开心的当一个新朋友，在接受了许多的祝福还有欢迎。但直到在这个教会越生活越久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在那个庆典的里面，我们的年轻人极少。原来这个看似大家庭的教会，也有很多没有办法彼此信任的心情在当中。在这段时间，我慢慢认识我们的教会，融入教会的过程中，我开始听见有很多爱教会的长辈会跟我急迫的分享年轻人的需要，还有他们对许多教会立场有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比较不同世代的人，他们感到痛苦以及不安。但我也慢慢接触到年轻人，也有人私下在我面前流泪，跟我争辩或是告白说，不知道为何不同辈的年龄的人，他们的想法做法是这样，让他们感到不被重视或格格不入，没有办法信任教会的某些做法或主张。所以到底哪个声音是我们可以听的声音？
这些声音真的符合信仰的教导吗？我们有办法分辨吗？其实，当我夹在中间的时候，我看到长辈中间，或是在年轻人中间，我都看到了这两群人都有非常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两群人中间都有许多人渴望活出信仰生命的核心，但偏偏要听见牧者的声音，要听见大牧者对富强教会的心意是那么的难，因为声音太多了。哪个声音才是牧者呼唤我们这一群人的声音？哪个方向才会带领我们进入草场，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不论是从我们自己教会的经历，或是从约翰福音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见，人没有办法分辨听到信任耶稣的声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没有办法接受彼此对事情的看法，也没有办法接受对方在上帝面前为神做的见证。就像经文里面的法利赛人，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位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看见之后所得到的释放，无法相信这个人的见证，因为在身份地位这么悬殊，所受的教育还有知识经验差那么多的一个状态下，人们都被自己的看法束缚住了，没有了信任，没有办法接受彼此的见证。或许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人们无法明白耶稣的引导，是因为跟自己想象的差太多了。或许我们的群体跟我们期待的差太多了，或许我们听到的声音跟我们期待的差太多了。这种期待的破碎，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或听见牧者的声音。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犹太人正经历到这样的阵痛，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争辩发生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不幸，有很多的期待破碎，让他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耶稣的声音。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10节的经文，我们会看见耶稣仍然指出，在众人还没有办法辨认他的声音的时候，他用哪些方式来喂养他的羊，帮助羊群慢慢了解牧者。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牧人的声音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总是有预告的。那个预告就是看门的，总是有一位看门的能够为这位牧者做见证。我们如果是在约翰福音的脉络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个看门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按着旧约圣经的教导来见证说，他在为那弥赛亚铺路，他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到底什么是牧者的声音？牧者的声音一直都不会偏离圣经的预示太远，出于耶稣启示的声音总是能够跟圣经有合宜的配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怎么样知道一点点牧者在引导我们的记号，就是说牧者已经给我们他的启示和话语，在之前帮助我们对他有基本的一些认识。我们如果有留意过教养或陪伴小孩的书籍，我们就知道说，要求小孩做一件事的时候，预告是很重要的。预告说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的时候会怎么样，结果不怎么样的时候会怎么样，这样是很重要的。如果父母要孩子进行什么，但却没有事先的引导或告知，一个小孩子莫名接受到处罚或是各样的对待的时候，可能是会很惊慌的，可能是会无迹可寻的，可能是会没有办法明白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的。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很细腻的，还有很多的声音在预告他的来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他却告诉我们他会来，他不断的有人为他见证预告。所以我们如果听到预告的声音，那可能就代表耶稣仍然用一些方式在引导我们。好，第二个，他会按着名字呼唤属于他的人，这表现出当牧者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一种关系会产生。当牧者的声音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种认识的加深，一种关系的建立。牧人会用他对我们的认识来叫我们，我们会经历到说，这个信仰里面，这位神真的认识我。怎么说呢？
我提到一个认识的例子，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很喜欢猫猫，所以我有一个绰号就叫做猫妹。然后反而我在我的同学中间，我真正的名字雅茹很少被叫，甚至我同学叫我雅茹啊会没有反应，因为他们都叫我的绰号。然后有一次我上课在看漫画的时候，就因为课本包着嘛这样看，然后看得太投入了，然后校长刚好在巡堂，就巡到窗户外面，然后一直看我。后来我还没有发现，因为好好看，结果有一个同学他其实有要警告我，他就一直叫徐雅茹，徐雅茹，徐雅茹，校长来了，徐雅茹。对，可是我都没有听到，因为那个时候我比较认同我的绰号。对，直到另外一个比较跟我很好的朋友，他用我的绰号叫我，他叫我猫妹，校长在看你，这样，然后我才忽然惊觉，然后那个时候校长已经微笑着要我把漫画拿给他了，这样子。所以要叫一个人的名字，叫对他的名字，叫那个他有反应的名字不容易耶。谁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叫我本名，竟然我会没有反应，反而要叫绰号。我们不同的阶段，好像会对那个叫我们的声音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这种认识是真的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的建立之后，我们才可以认识说，哇，这个声音我认识，而且我知道他认识我，因为他每次就是知道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所以牧者他叫得出我们的名字，代表他长时间认识我们的变化，跟我们有默契，这是我们开始认识他的关键。某种关系被建立，而且越来越深。而当牧人跟我们的关系被建立之后，他会引导他的羊群出入得平安。他说自己，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他给我们一个开口，他让我们出入就走那条道路。如果我们按着耶稣所指示的生活方式出入，不走别的出口，单走耶稣给我们的那条道路，他说我们会经历到出入的平安还有丰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是有次序的，从我们好像知识上知道有一个预告，到我们有一个关系上的认识，到我们开始愿意行动去走那一条路，然后经历到那种切身的体会到的平安，我们就越来越有那个信心，知道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领袖，真的是我们的牧者。而最后也是最珍贵的记号，就是当我们越跟从越深的时候，他的羊会发现牧者用舍命的代价让他的羊群得到平安。我们会经历到这位牧者在我们的重提面前为了我们而死，而后带着复活的大能与死亡的伤痕回来保护他的羊群，向羊群见证他愿意为我们舍命，而他也有能力从死亡的阴影中复活，把永生送给他的羊群。所以当我们一步步的看到这一些记号，或许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程度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牧者的声音。当我们无法分辨牧者声音的时候，或许因为抱着错误的期待，或是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的牧人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牧养我们。也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听闻到了圣经的教导还有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牧者借着这个群体在给我们预告，这是他同在的记号。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更深，甚至这样的关系帮助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和连续的时候，我们彼此了解，也了解到上帝在祈祷中了解我们的时候，这是主耶稣要建造我们对彼此的生命的连结，还有我们对彼此的生命的信心。当我们开始出于这样子的信心还有认识，一步步开始要跟随耶稣的行动，想要活像他，要跟着他走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平安，经历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解什么是他的救恩和丰盛。而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当耶稣在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的时候，为我们忍受牺牲，在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他的时候，不断的忍受伤害，被折磨致死，仍然不断的在向他的子民宣扬他是谁，仍然不断的呼叫他的羊要信任他的时候，我们的牧者复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手上的伤，就知道这是真的为我们受苦的生命的主。
我们人之所以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耶稣，找到我们的牧人，是因为圣灵他已经把死而复活的能力教导了我们。当我们愿意在耶稣的牺牲里面，也开始愿意为了彼此牺牲，如同耶稣为了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在彼此的身上就听到了牧者的声音，我们找到了教会那最宝贵的记号。教会就像一个家，所以一个家会有的伤痛，教会也都会有。但教会之所以能称为上帝的家，是因为在每一个伤口之中，我们向世人见证，我们愿意为对方放下自己。我们在受伤、受苦、受委屈之后，我们经历到被上帝的医治。我们向世人见证我们的伤痕，说：“我受伤过，但我主使我复活。这是我的伤，这是我的主在我们当中的记号。”经历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是我们的牧者为我们带来的难以想象的丰盛。这个是跟随大牧者的羊群所享有的特别的丰盛的记号。在今年的青年主日呢，我挣扎了很久，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分享我自己在比较年轻一辈的中间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当我自己在一些不同辈分的年龄间这样子来来去去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我好像是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互动。当我好不容易学会了年轻人的语言，然后和他们互动的时候，我好像另一方面我就忘了长辈的语言。当我越来越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跟年轻人解释这些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的不理解或拉扯或挣扎或破碎里面，我只能跟各位见证说，当我自己去亲近不同辈分之间的人的时候，我总是被伤口背后的基督安慰。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即使在教会中受伤，仍然留在这里努力相处、彼此服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工作的记号，因为这是牺牲的记号。我常常在不同人群的忍耐中、对彼此的忍受中，还是看到了这样的记号。在他们的痛苦中，我被这样的记号安慰。也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在自己的辛苦中仍然把这里当上帝的家，在自己的伤中仍然依靠圣灵的力量去服侍另外一个人。对这些地方我知道，从这些地方我知道，耶稣仍然是我们教会的主，而牧者生命的大能正在喂养我们当中许多辛苦的羊。我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不再是以人为中心，虽然会有很多的挣扎，但也有很多人是顺服在敬畏神而爱人的方向中，用牺牲作为记号，来向世人见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不再是我们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我们当中不只是年轻人和长辈，甚至是不同辈分代一代之间的隔阂，若我们当中有人为了不同的人的缘故忍耐牺牲的，有人为了自己的期待破碎而难以听见牧者声音的，愿圣灵帮助我们在教会中更多认识圣经，更多建立信任的关系，更顺服在主带领下有人活出来的行动，更愿意依靠圣灵的力量、复活的力量来为彼此忍耐牺牲。因为当我们为彼此牺牲的时候，主的生命就来到我们当中；当我们为彼此放下的时候，那真实的生命就临在我们里面。这是教会最珍贵的记号。愿这些记号一次一次医治我们的不完全，一次一次医治我们的自我中心，还有自我设限，修整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在不同的圈子里面被呼召成为他的羊的时候，我们真正成为一群跟随主的羊。当我们跟着主舍了生命，天父就把他那复活的生命再次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越来越听得见，越来越看得见他的作为，我们也越来越能够放下，而且愿意接受拥抱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为这样的事情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的大牧者，
你在我们的教会中放下了许多恩惠，然而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苦痛，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在不同价值观的人当中，有许多不同声音的纷扰中，甚至是我们破碎的期待的里面，主啊，我们很难找到你的声音。但主耶稣，你告诉我们，在你的经文中，你同在的记号，就是你为你的羊舍命。你让我们听见你的预告和见证，你让我们经历到你认识我们，你帮助我们认识到你为我们舍命后，我们得到的是极大的平安，还有生命的喜乐。所以，亲爱的主，不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个阶段，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知道如何依靠你的扶持和带领，预备我们富强教会众人的心，锻炼我们有一颗在你里面，在我们主内家人面前愿意悔改并且跟随你的那个心。主啊，在我们彼此的侍奉还有委身当中，主啊，我们渴望得到那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渴望得到你那死而复活的生命，借此我们向世人见证，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而我们是你的教会。父啊，你在我们的伤中给予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新生命。这是你羊群的痛苦，但也是你羊群至大的幸福。这是你羊群的祈求，也是你的羊群最大的喜乐还有盼望。父啊，愿你成就这样的祷告在我们当中，愿你使我们心中的不愿意还有黑暗，在你的施语之中都成为盼望，还有喜乐，还有乐意来拥抱你的那样的心智。愿主你更深的在我们里面呼叫我们，认识我们，好叫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就愿意跟随。这样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怜悯医治大能祈求，阿们。